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粵語焦點，我係阿玲。曾幾何時，五星級酒店係中國高端消費嘅象徵，代表住身份、地位同埋極致嘅服務。比如北京如是嘅日式極簡設計風格嘅房間，曾經標出過1萬3萬蚊嘅住宿價格。上海寶格麗酒店更係炒出過30萬嘅跨年夜套房。北京金茂威斯汀大飯店經常接待美國總統。但而家北京如是酒店喺舊年嘅6月宣布正式關閉。上海寶格麗酒店以24.3億嘅底價被掛牌出售。北京金茂威斯汀大概以28億嘅價格被出售。頂級嘅比如5星級酒店最近2年亦都喺度瘋狂被拋棄。根據文旅部數據顯示，2019年底中國5星級酒店數量為845家，而截至2024年3季度，呢個數字已降至736家，5年間減少咗近13%。曾經火爆一時嘅5星級酒店係城市嘅地標，亦都係房地產商眼中嘅搶手貨。點解而家越來越難以經營？背後又折射咗點樣嘅經濟現象？地產冷凍一度，5星酒店亦都不能獨善其身。業內人有一個統一嘅共識，咁就係喺5星級酒店唔賺錢。而過去好多年，房地產開發商係5星級酒店嘅主要玩家，而且個個將5星級酒店當成座上賓。點解呢？究其根本。酒店雖然唔賺錢，但係酒店背後嘅土地同埋住宅先係真金白銀。房地產大行其道嘅年代，地產公司其實並唔指望呢啲酒店帶嚟收益，而係以5星酒店為噱頭，抬高周邊樓盤嘅品質，拉動住宅嘅銷售。亦即係話，酒店自身係咪盈利並唔係好重要，即使酒店虧損，靠房地產嘅盈利亦都足以消化。而且由於5星級酒店投資高，影響力大，好容易拉動地區經濟數字，亦都容易帶嚟傳播嘅效應，提升當地嘅知名度。所以一啲地方政府亦都熱衷於起星級酒店。有啲地方政府為咗鼓勵開發商建設豪華酒店，甚至仲會給予一定嘅地價優惠。再講豪華酒店亦都可以抵押融資、抵稅等等，能帶嚟好多睇唔到嘅好處。因此開發商為咗攞地，亦都非常配合地大興土木，令5星級酒店嘅身影喺中國四處開花。但係隨着呢2年房地產市場快速降溫，呢一套打法開始玩唔轉啦。以房地產利潤養酒店嘅模式已經再行唔通啦。尤其係好多開發商面臨巨大嘅債務壓力，需要變賣資產償債，於是酒店嘅資產就開始被大量拍賣。喺過去好長一段時間裏，無痛注入5星級酒店係大廠打工人嘅隱藏福利之一。喺2013年前後，各大互聯網大廠飛速崛起，為咗吸引人才，提升員工體驗，大廠們唔單止喺福利上捲得飛起，員工嘅差旅標準亦都跟住水漲船高，甚至一度對標金融、央企等行業。呢批高端商旅人士曾經一度撐起咗5星級酒店30%以上嘅客源，但而家各行各業都喺度降本增效，差旅成為節流嘅重點。麥肯錫最新數據顯示，中國企業過去3年差旅預算平均下滑15%至20%，科技、金融等行業甚至減掉30%以上。據遠川研究院報道，螞蟻集團懸控出差成本，酒店賬單追溯周期長達半年，比亞迪超4.5折嘅機票唔俾買。曾經出差至洲際、威斯汀等酒店嘅人，而家住嘅係阿朵、漢庭、全季等連鎖酒店，而且如今異地項目能線上解決嘅，就唔需要喺線下。禍不單行，婚宴市場嘅萎縮進一步加劇咗酒店嘅壓力。
根據國家民政部數據顯示，2024年中國結婚登記人數只有610.6萬對，同比下降20.5%。就算結婚，年輕人亦都流行極簡婚禮，冇煽情、冇交接、冇酒席，婚宴每位價格腰斬至1000元以內，亦都可以傾。要知道，以往有啲酒店單台均價甚至達到成萬。話住萬豪婚宴收入佔比超30%，婚宴收入佔到咗呢啲高端酒店收入嘅中流砥柱。而家年輕人唔願意結婚，直接衝擊酒店嘅核心收入來源。消費者唔係唔愛5星級酒店，而係要值得體驗真5星。但唔少5星酒店門口掛住銅牌5星標識，實際住落嚟體驗好差。有啲老5星酒店，客房設施陳舊不堪，地毯發黑，浴袍磨損發硬，歡迎飲料寒酸，裝修風格唔符合而家年輕人嘅審美。其中最大問題就係設施陳舊卻無力更新，畢竟改造隨便翻新一下，成本就係大幾千萬，如果徹底改頭換面嘅話，就要少幾個億。呢個仲未算業務停滯帶嚟嘅損失。相比之下，全季阿朵嘅設計更符合年輕人嘅審美趣味，亦都更能照顧到差旅人士嘅真實需求。而且而家民宿、長租公寓、短租平台，憑借住家嘅溫馨同埋高性價比，搶奪住宿市場。咁喺2025年，市場份額已經達到咗35%，分流咗酒店嘅核心客群，特別係一線熱門嘅旅遊地，老闆將居民嘅樓改造成民宿，成本比酒店低咗一半，空間比酒店大咗1倍，賣300能賺150，酒店賣400都係蝕本。喺求生面前，酒店們終於醒悟啦。有啲酒店將自己嘅高端優勢搬到咗街頭，令年輕人花小錢出大片。天津麗思卡爾頓酒店作為當地高端奢華嘅酒店，如果要住上一晚，客房大概為每晚2000蚊，早餐自助原價258蚊每位，工作日自助午餐為398蚊每位。而佢推出嘅移動漢堡車，包含和牛漢堡、薯條同埋可樂嘅套餐，售價只係75蚊。據酒店主廚採訪時透露，58蚊一個嘅和牛漢堡，最火嘅時候一日可以賣300個，比周邊麥當勞嘅漢堡銷量仲高，反而成咗景區全新出片嘅打卡地，使幾十蚊就可以享受麗思卡爾頓嘅服務。令一生要求出片嘅中國女人們好難唔心喐。有啲酒店放下身段開始擺攤，令打工人食到平價美食。擺攤最出圈嘅係永和伯爵國際酒店，呢家自助餐均價258蚊嘅酒店，6月底開始賣滷味燒烤。經理接受採訪時介紹，擺攤第一日營收3000。7日之後飆升至3萬，嘗到甜頭之後，酒店直接喺戶外搭咗個棚，掛上吊扇，支起鐵鍋炒熱菜。晚黑7點後秒變大排檔，唔單止能打包，仲可以坐住食。如果當日外賣大戰發嘅紅包唔夠大，咁打工人會毫不猶豫咁走向附近嘅酒店攤位，畢竟更乾淨。嗰啲原先盤踞喺街頭嘅小商販同埋夫妻檔，一定諗唔到有一日自己嘅競爭對手變成咗5星級酒店。因為大酒店靠批量採購，將食材嘅成本價格壓落去，街邊小店只能靠手藝硬碰硬，但顯然亦都好難拼得過星級酒店大廚嘅招牌。仲有啲酒店直觀體現喺價格上，降房費。從曾經嘅皇貴三亞酒店22萬一晚，到5星級酒店入住房費跌到999蚊，尤其係相對淡季嘅時候，
三亞 JW 萬豪酒店就喺9月初直播間放出咗1188蚊起2晚含雙早嘅價格，並標注國慶可用。有啲星級酒店為咗活落去，甚至要求降星或者脫星，種種跡象都喺度表明喺住酒店呢件事上，一種更理性嘅消費選擇正喺度回歸。星級酒店從始至終完全係一種自上到下嘅權威式嘅評測，向省級遞交材料，全國評委受理申請，全國評委派遣人到店審查。而依家網絡時代中嘅人們有太多方式去了解一個酒店嘅位置、服務、價格、硬件、軟件等各種因素，攜程、美團等 OTA 平台嘅評分，有時往往比酒店大堂嘅5星牌更有話語權，自上而下嘅評星遠不如自下而上嘅評分來得更真實同埋貼近。未來酒店嘅路唔在於升級，亦都唔在於品牌宣傳，而係在於能唔能令消費者喺入住之後再繼續選擇住第2次、第3次。好啦，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感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期不見不散，拜拜。